有你这样的人吗？第一次相亲就把相亲对象拐回家？咱发了啊！发了！没逮着目标，逮着乔晶晶了。4月1号要放出去，得上3天热搜了。这男的是她男朋友吗？都动手动脚的，那肯定是男朋友啊！都把助理给支走了，孤男寡女的。这男的远看就是帅哥，肯定不是工作人员啊！看着还挺有钱的啊，奔驰 SUV。哎，你说说这些女明星真的是，哎呦，快，跟上，走。乔姐，我有个提议，是这样，去你家路太堵了，有没有兴趣换个目的地？20分钟到达。天宇名城，我住的地方。有你这样的人吗？第一次相亲就把相亲对象拐回家？应该有吧。我记得以前认识一姑娘，没打几天游戏，就让我天天去她家。那你去了吗？去了你就不正经，我不能跟你相亲。没去。这个骗子，看来以后你说的话都不能太信。哎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去了？你认识那个姑娘？前面的车动了，快开车。去哪儿？准备出发，距离目的地20公里，大约需要20分钟。哎呀，不小心按到了，那算了，就去这儿呗。